為 so far 咧都係成個 performance，我覺得我算覺得自己係合格嘅，同埋係 OK 嘅。因為首先我覺得自己嘅起跑起得幾順啦，跟住升起途中跑有加到速啦咁樣。但係 so far 臨尾都係壓輸咗第四，係咪啊？係臨尾第四，所以都係爭個尾段同埋壓線咯。所以呢個就係我之後會再翻去好好咁再調整一下。可惜啊，本身諗住今日可以幫香港隊攞翻塊牌嘅啦，但係冇計，要再繼續努力練習。但係都有個好好嘅回憶同埋好嘅經驗嘅。尚算 OK 啦，因為自己喺60米個 PB 都係6秒71啦，咁而家嚟到沙地都可以跑到6秒77，咁其實都係接受範圍之內咯。但係有啲遺憾係上唔到podium 咯。我覺得今日跑得都非常好，因為今日雖然跑第四，但係我覺得第一次喺沙灘度跑到6秒75，都係爭0.01就攞到塊獎牌，所以自己就開心，但係可能會再開心啲係可以攞到塊牌翻屋企咯。沙地有啲不確定因素啦，可能有啲地唔係好平啊，所以有時咧會搞到踩空咗，可能節奏就亂咗啦，咁就搞到個賽事就因為60米好短暫㗎咋，如果一節奏亂咗就會有啲錯誤咯。